曲歌王许富凯。那他将与哪2组乐团分别合作表演呢？请看。欧比王与阿卡西档案局，还有 Hugh。那么我们率先登场要进行 PK 的，就是欧比王与阿卡西档案局。我有听到你们的 demo 了，很强。我们跟 Hugh， 你觉得谁的比较屌 ？Oh my god！ 先帮我叫车啊！怎么有原住民腔？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印象，对我来讲，他们是一个非常风趣，但是做事非常谨慎的一个乐团。因为他之前跟血肉合作过，我觉得可能他可能是不是比较摇滚、比较直男，就是类似我们这种对可是现场接触过之后，发现他是一个比较细腻的人。那几个小节啊？大概哦，你说间奏的地方？对，没关系，我跟你讲。好，我跟你讲。我们用的跟《干杯干杯》这首歌 remix 的歌叫人工智能，是我们还没发表一首歌，因为它刚好第一句叫做要一直睡着还是保持清醒着，我觉得好像跟这个酒醉状态好像也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刚刚制作人讲说，你是不是也想要把自己变成那个比赛的那个状况？那我说我会，这个还比金曲奖紧张。对，没有啦，我觉得是负责任啊。因为他们选到我，我觉得我也很荣幸。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共同的把这一件事情完成。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金曲歌王许富凯。要一直睡着还是保持清醒着？要学习遵守这个体制的规则。文明继续前进还是个拉扯？就说照做着，一着一着。Whiskey 套八嘎 ，Whiskey 套八嘎，没什么是答案。只要你爱，马龙是爱。
那你这样画面，唱歌干嘛这样子嘛？哦，好累啊！我们100位听团仔喜欢就按下支持，给出1分，就上欢歌 App 进行即时投票好吗？锁票完成。好，那么紧接着要上场表演的就是 Hugh， 投票通道请开启。他们即将与许富凯带来的是《我爱贵》。这个江蕙这个歌是许富凯有唱过吗？是江蕙的歌，他只是选江蕙的歌。对哦，但是刚刚那个干杯干杯那是他的歌，他的歌，然后欧比王把人工智慧那首歌加进去。那个歌我有稍微研究一下。天哪，你全部都研究过了？没有，他们只会给我了，他们不会把你们的给我。我的他们都没有给啊，不给。许富凯很紧张，他那么有经验，怎么会就紧张？应该很少跟 Ben 呢，他都跟血肉合作，就一次而已啊，才一次，好像是，就是因为什么音乐季，音乐季啊，他应该都很熟的这种啊。他看起来真的紧张，有一点紧张。我个人觉得啊，他们唱台语歌啊，会有一个固定的共鸣。对啊，那你的音乐有时候压过他的时候，他那个共鸣出不来，哇，原本习惯的那个，所以他唱这一首应该会比上一首出来，这个应该好，应该好一点。他刚刚上一首有点硬吃力，他说就这样，他就这样，吃力急拍弹。哎，老赵，多签名了，麻烦你了。我见了，今天就麻烦你跟我们一起。别这么说，像我们都只是在线上见到面，终于见到本人的时候，外国这首歌，没问题，我们有努力一下。因为感谢我的心思，期待跟老师，我会期待我的。好紧张啊！因为之前都是在视讯上面见面，那我说真的对他们也不是这么的熟悉，那没想到见到知根本人是这么文青的一个样子，所以对我来讲有点跌破我的眼镜。那你们刚见面的时候是不是有一阵尴尬？也不会尴尬啦，因为我的人算是还蛮能聊的。对啊，我算是那种可以马上进入状况的人啊。老师，因为我们前奏到主歌的地方，有那个摇的那个，可以的吗？那下，对，如果你想要摇的话，可以。从游戏开始啊，他们对我很客气，不要那么客气啦。我其实是没有，因为大家都叫我老师，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对，老师不好意思，我们，那你就直接 outro 的地方。老师不好意思，我们试一下。OK。拍仔，不好意思，等一下，我需要调音。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很 chill 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但你看起来很 chill， 怎么 chill 是看起来我已经尽量。好。这次有稍微做一点旋律上的设计。老师也可以用他的乐器 vocal 跟我们一起来飙。因为那个我们仲熙就是要当爸爸了。总之希望可以拿个100万补贴一下育儿基金，对不对？谢谢，加油！加油！大家加油！
是最后的我的打算。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庆祝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那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跳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做。想要对你讲的话，不免你对我解释。我感觉，看我是你，爱你，我已经无全社会。我的世界有够狼狽。付出所有的一切，全部拢是你压价。无情人讲无情的话，无情是你的解释。先生，起来。哎，这个好难哦。Hugh 很厉害呢，唱的还不错，唱弹厉害。那落差他拉得很好，他很懂自己。听团仔们一样，喜欢就按下支持，给出1分。索票完成。那么欢迎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老师。大家好，大家好。我想先请问一下富凯老师，就是对于这2团是合作的感觉怎么样？什么现象？这叫苦笑。其实音乐这种东西本来就没有对错嘛，那一个是武的，一个是文的，所以对我来讲，可以跟他们2团合作，其实也在提升我自己对音乐的一些认知跟看法，对，所以还蛮爽的。说得很委屈，有没有？蛮爽的。我想要回家了啦。好，那我反过来一点，没有什么想法。当初第一次见到那个许富凯老师的时候，然后就觉得他人真的非常和蔼可亲、亲切，谢谢。真的，而且非常善良。然后就是善良，今天不是好人好事的那个啦，全吧？你有看到他做什么善行？他本来是有多邪恶啊？没有，就是就是我们有什么想法，然后跟老师说，然后老师都说没有问题，都 OK 这样子。我甚至问他说：“那假如我们请你唱 rap， 你可以吗？”他也说：“可以，你早点给我 demo， 我早点练。”最令我印象深刻，就练团之后，我真的觉得他的气好长。对，然后因为我有时候都就是想要跟着他，然后一起飞奥，就我都发现我跟不到，对，都他会留到最后这样，对，非常厉害，对，谢谢。好，那他怎么谢也很委屈啊？好像比较像参赛者的感觉。对啊，太委屈了你。制作人在问我说：“你不要那么紧张，你该不会把它当作自己的比赛吧？”我说：“对啊。”
我不想输我超不想输的。许富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像参赛者，他紧张的要死了。他真的以为他是参赛者，对他好紧张。你是啦，你是偏嘉宾嘞。你知道我是比赛过来的，所以我很懂这种心情。所以我每次，尤其你们感同身受啊，你们思维又站在前面，我觉得那个压力更大。那我想再问一下欧比王，你为什么会想带那个光剑上台啊？富凯老师有感到很为难吗？有光剑在台上，对，很尴尬。我昨天在彩排，我想说，我到底要干嘛？你早知道你带个电蚊拍嘛。对嘛？想说好吧，要不然去后面看他到底在干嘛。我有看到你在跑。其实本来编的有点像 marching， 就是进行曲，所以我原本在练团的时候，光剑是拿来当指挥棒啦。对，但是昨天试过之后，效果没有很好。你就干脆拿掉，就是后来就变成自己在耍光剑好了。为什么你不准备2支光剑？你以为它是布袋戏吗？因为光剑有2种颜色啊。对，就是因为你跑去那边爽，然后去打鼓的时候，对啊，你应该分1支给许富凯嘛。因为我只有1支。不讲我就去买啊，那很贵吗？那个？因为你在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好看，但如果有2支光剑，因为你们是一起合作嘛，是，那我就感觉不到你们2个的连结。欧比王有点可惜，你为什么唱那么少？对，有点少，对不对？对，就会感觉就比较是富凯老师会比较累，对不对？累呢，好累，就跳对不对？那么干。哎呀，你马上改分摊几个啊？他从唱完到现在一有机会就 complete， 我就跳呢，好紧张哦。对啦，团就是安尼好耍啊，团的是我生团的跟生团的耍，感觉就无共的。欧比王的作品跟许富凯的作品。就是在刚刚那首歌里，两者都有出现嘛。音乐上来讲，其实是欧比王的一个舒适区。可是呢，这一次的表现，我要说实在的，是 Hugh 这边比较精彩。音乐的安排让2个人在演唱上都有表现的机会，有一个曲线，在聆听上也有乐趣。真的好惊艳哦！我那个你可以搭配的这么好，你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怎么去搭配艺人，搭配富凯老师的声线，然后还会去和声，那吉他弹那么好，太酥麻了，前面太迷诱。包括他们2个人在唱的时候，声音都是非常非常黏，就是在听他们这边的时候，像刚刚哈林哥讲的说，聆听上面会很有乐趣，然后加上那个 Hugh 的吉他是很骚包的那种，可能就是他用他的吉他去表达一个画面。Hugh 每次都是现场比他 demo 还骚很多，赞啊！其实我刚才看2个表演，我都觉得看得有点泛泪，蛮感动。可主要原因是我觉得难得有这个舞台，让富凯可以在上面很紧张，然后一个这么红的金曲歌王，然后跟乐团这样很认真玩音乐，我感觉出来他刚才台上跟2个乐团演出的时候，他真的是很enjoy在那里面的。我觉得刚才必须顺便提到，大家没注意到那个重吸的鼓，我觉得那首表现很精彩，就是他前面比较那种蓝调的时候，他 touch 是比较短的，所以那个东西可以让前面的东西表现得更出来。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可惜，虽然我觉得你们已经表演已经太精彩，可是还有一个很可惜，就是讲一讲话念的那一段，你们把它拆成富凯念 OS， 然后只跟那个对话，对。可是你们那时候应该要想办法面对面要让他听起来像一个人在做的事情，对，然后越来越高潮，然后甚至最后接个吻之类的。接个吻，谨记在心，谨记在心。讲谈一谈，然后对，就是你看那种，对 Stevie Ray Vaughan 或 John Mayer 他们吉他弹一弹那个，然后自己都会拿起来就想要亲吉他。真的，你不用亲吉他了，亲嘴就好了。我觉得这很可惜，是下次看富凯演唱会找他去当嘉宾试试看这一段。可以。因为刚才那段演出真的是，我觉得是神级的演出啊，真的。好，我们来听一下5位专业选团人的想法。我们来请教一下阿彬老师。其实2团都很棒，所以我蛮喜欢的。可是呢，我觉得因为 Hugh， 我几次听下来，我觉得他最厉害是他很会掌控那个情绪的起伏，尤其是在前面很轻，后面爆发出来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是他做的最到位的地方。这样。好，那么请叶婉清老师。我其实很喜欢欧比王跟许富凯的演出，那他就是一个在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下，会让人很轻松的进入一种 flow 里面。然后我觉得你们
非常成功的把大家牵进去。我觉得那是音乐一个很根本、很自然的一种渲染力。那我觉得在这场表演里面，它是特别强烈的，我很喜欢。好，那么又到了这个环节啦。在公布结果之前呢，我们还是要麻烦为难许富凯老师。你手中有1票的话，你会投给哪一边呢？他说我投给我自己，自己也是参赛者。跟欧比王的合作呢，因为我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情去完成。那其实他也非常的辛苦，因为他要配合我。那他很厉害，在一个星期多就把 demo 交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非常的辛苦。当时他也在演出。那 Hugh 对我来讲，我跟他的合作是一种打开了我从来没有去接触过的音乐曲风的样貌。所以如果说这一票要讲完整性的话，我是 Hugh。对，Hugh，了解。就来揭晓这一轮的艺人合作歌曲 PK 赛，获胜的是谁？请揭晓。OK， 获胜的是 Hugh，167分。也谢谢欧比王给阿卡西档案局，恭喜！是今天最高的。对。好，我们也还是请 Hugh 稍微发表一下想法好吗？就是真的很感谢，然后很开心，有一群爱。感动啊！是对，靠啊！不是靠啊！跌掉，我刚才就是我们两个很坏，就平常我不是个，就平常我不是一个很会说话，或是有很多话说的，但是有时候会有感而发。然后我只是想要说，就是真的很棒，就是看到一群这么热爱音乐的人，大家一起努力在做一件共同爱的事情，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就是祝福大家。以上，谢谢。这最后一句比较突兀啊，突兀。对，祝福大家。本来有讲希望大家做一个好人。可能今天站在那个位置的人都会比较有个灵性有感觉。那欧比王呢？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Hugh， 我觉得哇，他吉他好屌，对我非常喜欢。然后之前这个节目就是常会问到说你最不想碰到哪个乐团，我都说 Hugh。对，然后就上一次我们就都选到许富凯，然后刚好我们又坐在隔壁，我说你知道我们下一次是要 PK 吗？我完全不知道。对啊，上次是谁先选许富凯的？我们先选的。哦，对。然后知根选了，你还不知道你们是对手，对不对？对。其实我们真的私底下讨论都觉得这次没有什么太大的，真的很大的把握说一定会晋级就是什么的。我觉得输给 Hugh 我心服口服。对，我觉得真的我很喜欢他们，谢谢。好，谢谢 Hugh， 还有欧比王给阿卡西档案局以及我们的许富凯，谢谢。